大家好，我哋係嚟自豪東中學嘅鄭君賢、劉嘉瑞同埋周志榮。我哋今日要探討嘅題目係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嘅優勢。首先，我哋去咗街訪，我哋睇下呢一位老人對香港創新科技行業嘅睇法啊！小姐，係有個訪問。可以啊。好，唔該你。我想問嘅就係咧，你認為香港創新科技行業喺邊一方面可以令到我哋嘅市民生活更加便利咧？科技嘅話，咁咪Alipay同八達通最方便啦。而家Alipay嘅話，直接將一個 QR code 就得啦，同埋自動嘅付款咯，直接同埋網上購物都更加方便咯。八達通嘅話，而家咪就係地鐵啊嗰啲都可以咯，同埋八達通有分呢個嘅，比 Alipay 好嘅位就係八達通有分兒童卡、學生卡同埋成人卡啊嘛。咁樣嘅話，就學生更加有優惠啦，同埋長者都有優惠嘅，咁我覺得都比較方便到大家。唔該，小姐。片中嘅受訪人提到，香港嘅 Alipay HK 或者其他電子支付方式，令市民嘅生活更加便利，又可以受益。但其實香港喺創新科技上面都仲有好多具體嘅例子㗎。而具體嘅例子，我哋唔會喺度一一列舉。但如果有興趣嘅，可以翻睇 TVB 嘅創科導航。呢個節目可以令大眾認知本地專業人才嘅研究甚至發明嘅科技產品。提及到香港嘅專業人才，我哋香港擁有好高質素嘅人才，而高質嘅人才其實係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嘅其中一個優勢嚟㗎。而香港具備咗優質嘅教育資源，例如擁有多所世界知名嘅大學，同埋提供優質嘅 STEAM 教育，以培育出大量具備創新能力嘅人才。講開 STEAM 學習，其實我哋學校為咗悉心栽培學生對科技嘅認識，增添咗 STEAM Room。我哋亦有幸邀請到負責 STEAM 嘅陳 Sir 做訪問，我哋一齊嚟睇下佢對用 STEAM 培育人才嘅觀點，同埋又認為咁樣為香港帶來啲咩優勢？咁啊，除咗硬件方面咧，其實學校喺軟件方面咧都做咗好多嘢。我哋每一年嘅事後活動啦，無論係上學期考試或者係下學期考試，都會讓中一、中二或者中三嘅同學接觸到啲同 STEAM 有關。我哋啱啱上一年，我記得我哋啱啱做佢哋 AI 畫啦。我哋之前亦都做過，譬如話等學生認識下 AI 點樣嚟到去，我哋用執垃圾呢個嚟到做例子啦，嚟到去等佢知道 AI 喺日常生活嘅應用。即係講開執垃圾部機咧，我令我諗起啱啱喺大約上一個學年，大約5月、6月左右啦。咁咧就有一次帶學生參加比賽，咁可能佢哋之前學過啲 AI 關係呢一方面嘅認知啦，所以僥倖地咧就攞咗個冠軍。即係令我諗起咧，其實我哋所做嘅，等學生認知到多啲有關於我哋而家呢個世代 STEAM 方面啊，或者 AI 方面嘅發展咧，都係有少少回報嘅。我哋好希望咧，即係無論喺硬件啊、軟件嗰方面咧，嚟到喺學校培養更加多同 STEAM 有關嘅人才，等佢哋喺中學已經喺呢方面有少少嘅認知，等佢將來去到大學考試授課相關有關嘅科目，咁希望從而係喺呢方面繼續進深啦，嚟到去學到呢方面嘅知識，其實喺將來即係貢獻社會、貢獻我哋祖國。其實陳 Sir 所講到好多嘅活動，同學參與嘅時候都需要老師嘅帶領同埋引導，可見其實老師用心嘅栽培都係香港發展創新科技嘅優勢。你睇下陳 Sir 幾用心咁喺度講解緊呢個嘅升降機，不過我咩都聽唔明。最後，香港嘅優勢唔單止解決咗唔少嘅困難同挑戰，仲為我哋嘅未來發展帶來無限嘅可能。所以我希望我哋香港人可以充分發揮自己嘅優勢，促進社會嘅繁榮。等我哋一齊展望未來，共同迎接科技帶嚟嘅美好新篇章。